后来继续是新北市，昨暝这个新北市的警方才来动员，来执行治安、公安、交安这3案的大执法，而且由新北市的副市长亲身来坐镇，伫沙尘暴临检。想袂到副市长前脚才走，沙尘暴的大街路顶都有人开枪烧台，一个人吊枪，一个人重伤。啊，警察嘛无闹开，伫6点钟内，都甲人总开灯去警察局。伫暗时街路，2个查甫人摕信号弹一直冲，无偌久，轿车就倒火啊！现场拢是白烟。警察车、消防车、消防线赶到现场，被烧起的白色轿车车头烧害了，内面拢超会大，边的货车嘛烧掉。蹲下，怎么兄弟？蹲下，蹲下，蹲下，蹲下啦！放火人想要走，不过随后警方包围，这个唱秋恶煞阁唔肯配合。卖啊啦！阿嫂，东姐，好，文贵啊，卖啊，拜托。警方动用30多个快打部队，这个惹代志恶煞者总算冷静落来。这个恶煞伫街路真唱手开前后放信号弹，抵触冤仇人。听到炮啊声，阮就迄摆阮所地角讲啊，这就是开枪的。那冤家相拍，原来是吃醋，双方阁约要谈判，甚至卖互开枪拍人。疑似因为这个男女感情纠纷所引起的这个争执冲突的过程，证实一个人脚装皮有吊枪，一个人手骨有刀伤，原因造成专案小组掠人。风趣的是，顶一摆行政院长苏贞昌要求讲，分局该避免发生重大相拍冤家代志，中和就出状况。这摆新北市副市长前脚多走尔，沙尘暴就发生代志，唱手的态度，警方嘛唔敢大意。6点钟内将人甲掠倒来，展现执法的强硬态度。